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海外评级机构对咱们的房企又出手了。这回出手是我们有关部门认定的优等生花旗降中海、龙湖及声控目标价，并下调盈利预测。1月22号，花旗发表研究报告，下调中国海外、龙湖及声控的目标价，并下调3家公司盈利预测，其中中国海外2024年至2026年盈利预测下调至 19% 至 23%， 目标价由15港元降至13港元。龙湖盈利预测下调 20% 至 24%， 目标价由 12.4 港元降至 11.4 港元。花旗预计内地房地产行业在2024年财年将继续亏损，毛利率约为 7%， 资产负债率仍然较高。在该行覆盖的22家公司中，预计2024年有10家公司累计亏损超过1200亿人民币，其余12家公司的利润将同比下降 27%。 收入方面，该行预计覆盖公司收入同比下降 9%， 也就是花旗对咱们的房地产行业还是比较悲观的这个龙湖地产到现在为止一直比较平稳，比较少，这个负面消息少不代表没有也有可能人家舆情管控的好总之在这个连万科都要死要活的时候这个龙湖似乎还岁月静好，这也不正常。这不，花旗银行算是打响了第一枪龙湖盈利预测下调 20% 到 24%， 2025年还能扛一年，2026年怎么办？还是那句话只要韭菜不买房，房企怎么活下去？证券时报报道说，当前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仍在路上。有分析人士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仍在路上，消化存量与优化增量的举措要并行。一是消化存量体现在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二是抓住城中村以及危旧房改造的机会，加速消化存量房产；三是收购房企存量闲置土地，盘活存量。此外，虽然部分城市已现积极成效，但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用地供应和房企新盘供应大幅减少，叠加存量项目加速去化，共同助推了去库存进程。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报告指出，随着一系列精准政策的落地，2024年4季度全国百城新建商品住宅库存规模明显下降，目前去化周期相比最高点少了 3.5 个月，意味着去库存周期迎来了拐点。虽然是叫迎来了拐点，但是这个库存的消化不是1天2天能完成，这是开发商已开发好的房子，现在开发商手上还有大量的地，该怎么办？盘活怎么盘活？一边是去库存，一边是地要开发，你开发出来之后供应量又增加，现在整个社会消化不了这么多房子。实际上房地产的去库存现在还在攻坚阶段，还在爬坡过坎。除了北京、上海、深圳，其他的城市这个形势根本就不容乐观。2025年这个去产能、去库存恐怕要更加深入所以苦日子还在后面。现在就说止跌回稳，言之过早最近网上都在流传这个赵燕青教授的一个观点，而且这个住建部下面的媒体叫中国房地产报还转发了。这个赵燕青教授说什么呢？他说要避免认知误区。我们看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这赵燕青教授说，第一，避免对稳的理解错误，说救市不能错误的将止跌回稳中的稳理解为不涨不跌，甚至缓慢上涨。他说，既然是救市，就要放开商品房，房价大幅反弹，因为反弹速度越快，救市效果越好，所需投入的资源也就越少。如果救市力度不够，反弹缓慢，救市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像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那样，经济长期陷入瘫痪，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张云清教授说中国2008年和美国大流行期间2次成功救市显示，一旦下定决心救市，就要不惜代价以最快速度拉升资本市场价格，任何犹豫和迟疑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要彻底落实止跌回稳的目标，就必须消除对房价上升的恐惧。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为所有存量房地产定价，价格越高，社会总财富也就越大。高房价真正影响的是没有住房的新增住房需求者。这个赵燕青教授这个说法总之就是房价还得涨价去库存，而且要
快涨、暴涨，涨慢了不行，慢慢涨也不行，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涨的那些人后悔追不上，就这意思啊。第二，他说避免将房价快速拉升与稳对立，要实现稳房价，不能只依靠商品房，而要同时借助保障房，大力推进保障房，是房地产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把商品房和保障房政策孤立起来，两个政策都会出问题，但如果将两者联系起来，它们就是互相支撑的统一体。保障房的最大优点是价格低于商品房，理论上不论商品房价格多高，只要保障房规模上去，就可以保证稳的目标。保障房供给量越大，价格越低，商品房的供给量就可能会越小，价格也就越高。商品房和保障房是房地产政策的两个轮子，保障房满足增量需求，商品房实现库存量定价，通过双轨制分别满足不同的政策目标。这个赵延清作为一个专家，他发表这样言论其实没什么，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他愿意怎么说那是他的事。但是作为这个住建部下面的媒体房地产报转发赵延清的这个观点，那是不是让人感觉啊，那这个是不是住建部就有这个态度，也是通过这些专家学者来呼吁什么呢？呼吁重新认识房住叫止跌回稳。就这个稳字，赵延清认为啊，稳不是不涨，而且还不是缓涨慢慢涨，他重新解释了这个稳，房价快速涨也叫稳，这专家也不容易啊。那为什么不叫止跌回升呢？或者叫止跌回涨？我看了一下这专家的态度，他们的思路基本上还是政府只要一出手就灵，政府只要一调控就行，什么都依赖政府调控，本质上还是计划经济思维啊，他就还没有进入到市场经济那种状态，他还是希望就是人为去干预，就跟那个股市一样，股市老有专家希望政府出手把股市稳定在4000点，这个专家他是认为政府出手让房价涨起来，而且要暴涨，不惜代价以最快速度拉升资本市场价格。你说这叫什么话？你脱离了实际的基本面，你拉升有什么用呢？最后谁来买单？最后就是一地鸡毛。那个胡适国庆节的时候拉了3600点，暴拉1000点，结果是多少小白多少新股民被套子里，现在是哭爹喊娘，表示再也不信了，对吧？你就这么一次又一次的消耗这些韭菜的信任。房价也一样，他还要暴拉房价，拉完之后又一群傻子进去接盘站岗，完了之后你就做山顶资本被套。就这些专家他根本就不管这些韭菜啊，韭菜赚点钱不容易，这些韭菜破产，韭菜下岗失业，没有钱还按揭贷款，然后房子被法院拍卖，然后他一无所有，还欠了银行一屁股债。这些专家是根本不在乎，你是作为韭菜就应该做贡献，这是你付出应该的。那从专家角度就是这样，都是经济达到 GDP 达到5或者4.9，你应该付出，对吧？你应该去买房，最后爆雷了也不要紧。就专家他不从这个韭菜角度看问题，为了集体牺牲个人利益，这是应该的，应有之义啊。什么保障房，什么商品房，你不管什么房，你盖的越多，是不是供需关系就变了？所以大家要警惕啊！现在有学者居然高呼涨价去库存了，房子还要涨价。如果很多韭菜听了这样的话冲进去了，结果房价没涨，房价还要跌，因为后面没人接盘呢。它跟股市一样，你不能把房价稳定在某一个数值上面，就像股指一样，股指你不能把它稳定在多少点位，让它走这个夹板，对吧？上有盖板，下有托板，你是拖不住的。房价涨那当然好，我们每个老百姓啊，有房的财富都在增加，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很多新韭菜他会扎进来，就像炒股一样，结果后面没有接盘的人，他们就成了最后一批站岗接盘，那他们就惨了。专家就是忽悠这批人进来，你先进来再说，万一涨了呢？所以说专家非常不负责任啊。当然了，这个专家啊，厦门大学教授啊，他一向的这个主意啊建议比较雷人。关于这个年轻人不生孩子，这个怎么办呢？这位厦大教授提议说，不生孩子就没有保障房，就你们俩人要申请保障房的话，你得生孩子，不生孩子不准住保障房。这个教授说啊，原来我们之所以生孩子，是因为这些小孩他和你的现金流直接相关，你们这个家里多生一个孩子就多挣一份工资，现在我们就必须把它和这个资本挂钩，就是你们家生孩子社保不一样，养老金不一样，然后你不生孩子就没有保障房，结婚再分房，一定把这些东西和你的生育率结合在一起，才会给市场一个信号，说你们还是得生，你们如果不生，你们资本份额就会下降。大家看视频啊。原来我们之所以生孩子，是因为这小孩他和你的现金流直接相关，你们这个家里多一个孩子就多挣一份工资。现在我们就必须把它和这个资本挂钩，要和资本挂钩，就是你们家生孩子，社保不一样，养老金不一样，
是吧？然后你那个不生孩子，你就没保障房，是吧？是结婚再分房，是吧？没分，这你一定把这些东西资本和你的这个生育率结合在一起，才会给市场一个信号，说你们还是得生，你们如果不生，你们的资本的份额会下降。我个人感觉这个厦大的教授赵燕青啊，是个搞计划经济的好手啊，满脑子是计划思维，怪不得他说要房价快速上涨，因为在他眼里，韭菜你就是牛马，就是来做贡献，你就是个工具。这专家也不会从牛马、从韭菜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再看一条新闻啊，这是财经网转发的界面新闻呢，说允许农户合法拥有住房盘活利用。这个国务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这个国务院近日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规划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完成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优先保障农村全面振兴用地需求，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强化乡村发展用地保障。省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安排至少 5%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保障乡村重点产业和项目用地，落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设施农地保障政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统筹安排农业农村发展用地，规范有序稳妥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可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总之啊，是关于农民啊，他的宅基地和房子的一些政策。总体上啊，他是又往前迈了一步。首先第一个，现在房地一体宅地确权颁证，也就跟城里面一样，就翻转证了，这个是个好事啊。农民自己的合法的房子，可以用来入股、出租、合作，这就相当于给农民又找了一条财路啊。大家翻翻新闻啊，就不难发现，有很多地方，由于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啊，农民住在那儿不方便，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啊，整个村庄都已经人都搬走，整个村庄都荒芜了，一个村庄恐怕就没几个人住在里面，通水、通电、通讯、交通都不方便，这种地方很多啊。现在不是流行什么民宿嘛，乡村这种旅游，如果这些地方它能够以某种方式入，对吧？跟资本合作开发，因为它地方土地成本很便宜啊，人家再去翻建搞民宿、开发景点、旅游，这个就是给乡村振兴啊。本来农民那个宅基地那个房子就荒在那没了，你卖给谁啊？现在拿它来入股合作，你每年多少都有收益啊，可以分红。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啊，就是以各种方式盘活农民手中的资产，闲置资产，这个也是为农民增加收入啊，一个具体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把宅基地直接划到农民的这个名下，宅基地就不要属于村集体了。农民有了宅基地，农民可以自己交易，他如果想进城，他就把宅基地卖掉；他不想进城，宅基地就留着自己盖房子，愿意传给谁就传给谁，那是他们的财产。我在很多节目里面谈过宅基地啊，有很多人对宅基地不了解，宅基地不是你们家的，现在的宅基地是村集体的。如果你们家户口在哪儿，那宅基地你还可以用，一旦你们家的人户口全部迁走了，那个宅基地就要被村集体收回。随着社会的发展啊，很多地方那个宅基地啊上面已经没人了，3代人最终啊死的死了，搬走的搬走了，最后那宅基地就被村集体收回。我们再看一个新闻，这是澎湃新闻发的啊，看看什么叫别人家的小区，就像我们小时候父母嘴中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这个澎湃新闻报道啊，叫春节前成都一小区业委会向业主分发共26万余元公共收益，也就是业委会给小区的居民发钱，按照胡一静老师说法都发钱，相当于都没发。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说春节前成都市金牛区保利两河森林小区业主委员会首次向小区业主发放公共收益共计26万元。1月18日，该小区业委会主任赵高伟告诉澎湃新闻，他们是以购物卡的形式向业主发放这部分公共收益。目前小区住户是872户，平均每户300元。这些收益主要由近年来小区内的广告费、场地租赁费2大部分组成。赵高伟表示在小区业主代表们长期不懈的努力下，2023年业委会正式成立。业委会成立之后，经反复争取，最终从小区物业公司接管了小区公共资金。到2024年9月，小区公共收益资金共31万余元。他说这些
些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因此，春节前夕，经业主代表参加的业委会扩大会议决定将这些收益直接回馈给业主。这个做法啊，肯定得不到维维老师的支持啊，因为维维老师是建议把大头啊，对吧，放在物业那儿，你把它分了，算咋回事啊？小区业主收到公共收益红包。1月11日，成都盆地又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金牛区保利两河森林小区业委会这一天向全体业主发放26万余元的公共收益。赵高伟说啊，发放之后还剩下一部分公共收益将用于小区公共建设或归入下一年发放。他们确保公共收益资金账目公开透明，每笔都有据可查，公开透明、公正、公平。能做到这个，什么事都好办。赵高伟告诉澎湃新闻，这批公共收益是以超市购物卡的形式发放给业主的，每张卡价值300元，有效期3年。此前1周，业委会就在小区内预发了通知，并公开征集参与发放工作的志愿者。小区内的几名小学生通过报名成为志愿者，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一起负责核对和确认领卡业主的信息并发卡。整个发放程序并不复杂，业主凭借身份证或业主卡签字就可以。赵高伟认为啊，800多户业主有人不在家外出的，一天肯定发不完，发放工作会持续2-3天，因此小区物业公司也在协调这一项工作。业委会成立之后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了小区内一段路面的沉降问题，这是小区交付之后就出现的。业主们多次反馈，物业公司也向开发商和相关部门进行协调，都没有解决。路面旁边楼栋业主因此拒交物业费。业委会成立以后，赵高伟等人多次到原开发单位、宝兴投资公司以及相关部门协调督促，最终把问题解决。业委会经过多次协调沟通，物业公司最终移交了近些年小区公共收益31万余元。赵高伟说啊，2024年10月份移交了80%，近期又移交了余下的20%，这才有了这次公共收益发放。此次公共收益发放决定是在业委会和业主代表参加的业委会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得到了业主代表的同意。这个业主委员会它是由业主选出来的，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的利益。按道理啊，物业应该由业主委员会选聘啊，选你这个物业公司来干，你这物业公司干不好，换一家物业公司。但是啊，我们有很多小区业委会形同虚设，甚至业委会不代表业主的利益。这个业委会啊，被个别关系人把持，然后跟物业公司沆瀣一气，坑害业主的利益。近期湖北武汉、江西宜春、湖南长沙、江苏昆山、山西太原等多地有居民小区业委会向业主发红包，西安一小区甚至一次性发了340万红包，按照居住面积最多的一次性领取6000余。不少网民羡慕这些别人家的小区。如果你要羡慕的话，你可以润呐，对吧？你也可以搬到那个小区去，在那儿买房，成为那个小区的一员。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活动积极参与本小区的一些事务，来维护本小区业主的权益，把这个不称职的业委会给它换掉，把那个不称职的物业公司给它解聘掉。当然，这个不是那么一蹴而就，也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的。澎湃新闻注意到，这些将公共收益直接反馈给业主的小区，多有一个有效运作的业委会。说最先有20个邻居发起准备成立业委会，每人筹集了500块钱，但反反复复进行了几年都没成功。所以你看啊，成立业委会，真正代表业主利益的业委会不是那么不是一句话就，所以要广大业主要觉醒，先由20个业主发起，完了之后还自掏腰包凑500块钱。一些业主站出来反对，甚至有人贴大字报质疑成立业委会的目的。看看，马上就有人反对，说你这人别有用心，想搞乱小区啊！物业为了我们勤勤恳恳，没有功劳也苦劳，为我们是操碎了心，你怎么能把它换掉呢？没有物业哪有我们？很多人呢，他在持这样的观点。2022年，杜春霞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了推动业委会的成立。他说啊，入住小区几年，大家对物业服务水平越来越不满，当时一听说又要筹备业委会，几天时间就收到了8万元业主自愿捐款，但仍然有人质疑。杜春霞说啊，他们就想把业委会成立起来，督促物业公司的工作。有人质疑资金问题，虽然业主们筹集了8万元经费，但是他们没有乱用一分，连办公场地、桌子、椅子都是业主们自愿捐献的。他说我们无私无畏，
质疑的人最终也无话可说。此外，为从物业公司获取业主相关资料，他们动员所有业主投票到社区住建委不断沟通协调，折腾了几个月才拿到业主名册，但许多信息无法使用，最后他们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逐家逐户上门宣传索要联系方式。你看看，成立业委会都这么难，哪那么容易？如果每个小区或者大部分小区都能这样，那基层的治理问题就解决，小区业主的自治，对吧？这就反映了这个民众的这种叫素质或者叫进步。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之后业主再也不会不明不白的交物业费，交了之后什么服务也没有，完了都是物业的功劳，物业干好干坏都一个样子，你还得感恩感激。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之后，业主就能行使，对吧？业主的权利，全体业主居然还能发钱，对吧？一家一户发300，有物业不给你发钱，你也没皮，不仅不发，还得让你多交，物业费还要涨价，各种费用，停车费、买水买电，他都得这个吃拿卡要，你有什么办法？有些人说物业不好，所以他选择换小区，我觉得这是个人自由，对吧？你看不惯物业，你说我把这房子卖了，我换到别的小区，这是你的自由啊。但是有人选择继续，对吧？留下来，要改变，要做业主的工作，再难，对吧？也要成立业委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